大姐，你是阮公所85岁以上符合袂当注疫苗的人啊，我甲你讲，你敢有想要注疫苗？敢有意愿？有吼？安尼阮你敢？台南对15号开始开放85岁以上长辈等资格来注疫苗。卫生局长表示，经过宣导以后，大部分地数良好，不过嘛出现未少民众有敢是早一点仔去，就当早一点仔注着的误期心态，造成有部分长辈一早就急要去诊所排队。局长再次强调，这批疫苗85岁以上的长辈拢注会到。甚至引用诺亚方舟的故事，呼吁市民照顺序，才当一步一步走出疫情难关。我是不是早点去？可以早点打到。那其实在这一波的疫苗，85岁以上的长者都是可以施打到的哦。就是举个例子来说了就是我们 COVID-19 就像我们处在一个灾难之中。那我们看到诺亚方舟开过来，只看到船头，并不知道这艘船其实非常的大一艘，所以民众就抢着要上船，可能就把这个连接的桥给踩断了，到时候没有人可以上船。所以我们依序的有顺序的。来上这个船我们希望台南市民能够这样子发挥同事一命，大家一起来有秩序的来走出这个疫情。就是惊时代烦恼，希望大家一步一步来注疫苗，不过不是用命令方式，而是引用圣经故事，让大家一听得明白，确实让人印象深刻。根据了解，今仔这批日本所送疫苗，台南配送56000剂，一直到16号上午8点的统计。全市已经完成23604位，施打率超过42%。台南新闻，郭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。